各位老友記，今日要同大家深入探討一個關於香港身份認同同社會公平嘅核心議題——港人嘅多重國籍問題。移民顧問估算，香港擁有雙重或者係三重國籍嘅人士可能高達數十萬。呢班人手握多本護照，喺唔同嘅國家置業，享有福利，危險嘅時候又可以迅速撤離，係對個人嚟講係一層保障，但對香港社會嚟講係一個越嚟越大嘅制度憂慮。近日一個立法會功能界別嘅候選人就公開講啦，唔會放棄外國嘅國籍，更加係主張擁有外國護照亦都可以係外國。呢番言論引發咗社會嘅熱議。事實上呢個並唔係個例，香港國籍制度嘅長期模糊已經導致身份認同錯置，衍生出社會公平、公共責任等一系列嘅憂慮，值得深入去剖析。首先要明確法律嘅底線。中國國籍法清晰規定中國唔承認雙重嘅國籍，但香港回歸之後，基於歷史過渡嘅考量，國家未強制港人放棄原有嘅外國國籍，而係容許將內國嘅護照作為旅遊證件使用。香港入境處據此形成咗默許嘅慣例，只要唔主動申報，居民可以同時持有香港特區護照同埋外國嘅護照，造就咗事實上嘅雙重國籍嘅現象。香港基本法同立法會條例嘅相關規定更加特殊，立法會議員入面唔可以超過20% 可以擁有外國居留權或者係非中國籍。12個功能界別嘅議員更加豁免國籍同埋居留權限嘅限制。呢個當年為咗保障過渡順利嘅安排，如今已經演變成咗結構性嘅問題。部分嘅港人更加持有3重、4重嘅國籍，將國籍異化為利益最大化嘅工具。對個人嚟講，多本護照意味住多重嘅保障，海外嘅置業，享受當地嘅教育、醫療嘅福利。危機嘅時候，以外國嘅公民嘅身份快速撤離，可謂進退自如。但對香港社會嚟講，呢種權利與責任脫鈎嘅狀態，已經埋下咗諸多嘅隱患。核心就係公共資源分配嘅公平性問題。一個持有外國國籍嘅港人可以喺香港申請公屋，享受免費嘅公立醫療，爭取教育嘅資源，同時都可以喺海外領取養老金或者福利嘅津貼。呢啲兩頭受益，對不生納稅、僅有香港身份嘅基層市民嚟講極不公平。更加值得警惕嘅係公職人員嘅身份問題。如果決策者保持住外國嘅國籍，嗰個愛國愛港嘅承諾難免會面臨忠誠歸屬嘅質疑。新加坡嘅國籍政策可以借鑑，當地實行嚴格嘅單一國籍制度，成年人唔可以持有雙重嘅國籍，未成年人即使因為特殊嘅情況暫時有雙重嘅國籍，22歲之前必須要作出抉擇。外國人入籍新加坡嘅時候，必須徹底放棄原有嘅國籍，違規者可能會剝奪公民嘅權利。呢個制度嘅核心係確保公民嘅權利同埋責任高度嘅統一，享受國民福利就要去承擔納稅、兵役等嘅相關義務。香港回歸已經25年啦，過渡思維早已經唔適用喺當前嘅身份治理。當前最迫切嘅係打破國籍制度嘅模糊性。其一，要求公職人員、政府嘅高官或者係決策層公開國籍嘅狀況，以透明化保障社會嘅信任。其二，探討公共福利嘅政策，明確多重國籍人士嘅權利邊界，杜絕資源兩頭撈嘅漏洞。其三，同中央協調銜接，逐步推動國籍制度同埋中國國籍法嘅完全對接。國籍從來都唔係話一本旅行證件，更加係一份社會嘅契約。
香港唔需要危機時撤退，平時享福利嘅投機者，更加需要清楚自身嘅權責，願意同城市共進退嘅公民。當每個港人嘅身份認同清晰，當公職人員嘅愛國有堅實身份嘅支撐，香港嘅社會公平同埋治理嘅效能先會真正落地。釐清國籍嘅問題並唔係話剝奪個人嘅選擇自由，而係建立更加公平嘅制度環境。唯有身份清晰、權責對待，香港先至可以喺呢個愛國者治港嘅原則下，實現更加長遠嘅穩定同發展。呢份制度完善嘅課題，值得全社會公共關注同推進。